即摆转落去，嘛是要由阮介绍林清西式的这个离别，历史上上伟大的浪漫诗人。伊伫咧50几岁时写即条《秋波歌》吼，伊知影伊来无多啊，结果无几年，伫咧伊61岁时阵就再见。即条咱要请阮班上吼，人水歌美丽的班会吼，吴小梅小姐来为大家献。秋波歌，李德作，别发3000丈，燕青。 这学老伊的歌声也是学老伊人水吼。